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大使命發佈會第一節，會場真爆，主話你哋唔只要信，要出發。今日開新嘅 series 就係大使命發佈會，講咩？就係主耶穌升天前最後 briefing 公開佈置 Kingdom 嘅重要任務，唔係溫馨嘅道別會，係開咪發公式嘅發佈會。直頭係靈界嘅震撼添啦，但最令人驚訝嘅係台下嘅門徒仲有懷疑，所以第一節主題就係信未穩，主都照派你上場。有人見主都仲懷疑，信心未枯巴，耶穌就照樣 call 你出征啦。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，見了耶穌就拜他，然而還有人疑惑。馬太福音28章16到17節 Imagine 現場環境已經healthy level 啦，加利利山上面復活主現身啦，天光乍現啦，但你後面聽到有班人喺度 whisper 緊佢真係主，我仲有啲懷疑，但耶穌冇嬲啊，冇俾 fail，冇講話你唔信咁你就 out 啦，反而佢選擇講話你未 ready 唔緊要，我會同你一齊行。現代嘅信徒都會覺得係我信心唔夠強，知識唔夠多，生活都未搞得掂，但主話大使命唔使等你 perfect 先至執行，而係信我同行就可以開始噶啦。馬可加碼爆點，主話要面對你嘅唔信啊。後來11個門徒坐席的時候，耶穌向他們顯現，責備他們不信，心裏剛硬，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。馬可福音16章14節。有冇啲好似你想 share 個見證，對方即刻話你見到咩？有咩證據啊？定你會幻覺呢？馬可講咗一個震撼嘅場面，主耶穌唔止顯現，仲直接 address 懷疑嘅問題。但更神奇嘅就係佢唔係 cut 咗啲門徒，而係反而開始佈置最大嘅 Kingdom Project。當日嘅畫面好似公司嘅老細開會講話，你哋搞唔清咩叫 strategy， 我都唔知，但而家成個 global campaign 都交俾你去溫啦。信心唔係起點，而係路上增長。現代生活有時好似唔啱 serve， 你工作繁忙，家庭壓力，情緒起伏，信仰似乎變成等我 free 咗先至服侍啦。但主冇話等你狀態 perfect， 主話即使你信得唔夠穩，我照揀你，因為你依靠我就得啦。實踐挑戰喺職場、家庭、朋友圈都 carry 等起過呢個大使命。你有冇試過喺工作場合想講翻句見證呢？但又怕尷尬就吞翻落肚，或者朋友話信耶穌係無聊，你有冇反拗呢？主話我知道你驚，我知道你未信得夠實，但我喺你身邊，我唔會走開。主唔係用 perfect 嘅人，而係用願意被改變、被帶領嘅人。今日反思，主係咪都照用我哋呢？我哋有冇自我淘汰呢？因為覺得唔配呢？今日主唔係叫你即刻贏晒，而係問你肯唔肯一步一步靠他出發呢？挑戰你打開馬太福音28章16到17節同馬可福音16章14節，向主問一句：我係咪可以被你使用呢？主話可以，因為我會同行你，直到世界嘅末日。下一節更加精彩啦，就係權柄全部交晒俾你，全球出擊。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問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